今日好榮幸咧，就見到阿陳總鳳凰九里呢個樓盤嘅主持人。咁咧，我又想問下，好好奇咁，點解叫鳳凰九里咧？呢個樓盤咧？呢個係個好好嘅問題啊！其實咧呢四個字咧好有寓意嘅。我哋首先要講到金光華集團咯。金光華集團其實喺深圳已經30幾年㗎啦，咁快40年嘅歷史。咁我哋一直都去做豪宅出身嘅。基本上我哋有龍昂啊、溪山，基本上都有別墅啊、豪宅為主。咁點解到呢個位置我哋用呢個名咧？首先咧，鳳凰係喺中國嘅文字裏面好有寓意嘅，好吉祥之物。係。就係第二個咧，就係一生二二三三，三生萬物3699為尊嘅。所以咧，我就希望話老細咧就希望話呢個叫做鳳凰九里打造一個近100萬方嘅一個好吉祥、好理想一個大城。俾到每一位業主喺呢度住咧都可以安家樂業咯，係咯，好大型個樓盤我見到。係，成個樓盤咧有77萬方嘅，加起身差唔多有。屬於咩地區啊？呢個樓盤？呢個地區就緊要啦。其實深圳其實呢個位置係地少人多嘅位置當然同香港就冇得比啦。但係都係成個中國裏面咧4個發達城市裏面咧係地最少、人最多、經濟最好噶啦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啱好喺深圳嘅中心位置。中心點。東到西係中心點，北到南都係中心點。所以呢個位置咧叫做平湖街道。平湖街道，其實佢到羅湖咧10幾分鐘㗎咋。到羅湖口岸咧就20幾分鐘。所以說佢包括而家到福田中心區啦，到前海啦，大家熟知嘅都係20幾分鐘、30分鐘可以搞掂㗎。全部都係半小時。半小時生活圈㗎，其實。咁你睇下呢度呢個優點，除咗交通之外咧，咁佢係咪一個好大型嘅社區啦？正話講咗。係啊。有啲咩生活配套啊？我淨係可以參觀下呢度都有啲會所設備嘅。係，因為啱講到啦，成個社區成7000伙嘅，7000伙，所以說咧我哋咧一直都係話配套先行。其實買樓咧就係要買配套嘅，買樓就係要買配套嘅。咁我哋呢度咧首先我哋其實打造嘅叫做一生之城。細路哥呢度有2所幼稚園啦，2所幼稚園，跟住小學、初中9年全部喺度搞掂晒，所以等於你嘅 BB 出世之後咧，從幼稚園到初中12年嘅教育都冇問題嘅。呢個係對 BB 嘅友好嘅地方。即係讀書方便。係啦，而且呢個學校咧，我就大家都知道，而家大家買房咧都係為咗下一代讀書，呢個係好緊要嘅考慮點。我哋呢個學校咧係引入咗佢非常有名嘅學校，叫做學教育集團。校長咧等於就係名校加名校長啦。相加持一個學區。有份量嘅校長。非常有份量㗎。咁呢度嘅戶型又點樣睇咧？呢個戶型就十分靚㗎。其實我哋做到咧就係67方嘅2房，75方嘅3房，同埋85方嘅大3房。70幾都有3房。3房㗎啦。其實就係大家可以睇下，其實啲戶型嘅空間十分好。採光通風包括景觀都好好嘅。跟住東向可以睇湖，有湖景；南向可以睇山。珊瑚景觀嘅呢種房咧，其實喺深圳好難。呢度有個水庫好大，好出名嘅。係叫煙田水庫咯。咁樣。係。咁你仲有啲高爾夫球景嘅喎。係。咁喺我哋嘅北邊咧，就係一個有88萬方嘅一個礦山公園嚟嘅。跟住上面有個叫做鳳凰高爾夫球場。嗰個會所咧，其實係成個周邊包括深圳啦、東莞啦，甚至惠州啦、廣州啲人都過嚟打波嘅。好出名嘅。好出名嘅，其實係。OK。咁另外咧，購物嗰邊咧，購物嘅方面。購物呢個都係超配嚟㗎，呢度可以配咗一個超30萬方嘅萬達廣場。其實呢度揸車過去就5-6分鐘㗎咋。好近。好近嘅，係。打的士都唔跳標啦。係啊，而且嗰度有個好多吃喝玩樂一日㗎，即係有個叫做 Party Day 嘅地方，成1000幾方萬幾方啦，15000方。據我所知，好多香港啲年輕人咧會過嚟玩一日。裡面有乒乓球啦，有網球啦、籃球啦、卡丁車啦，跟住仲有所有嘅叫做台球啦、CS 啦，乜都有嘅，可以玩成日。哇！即係配套嗰啲生活旅遊遊山玩水都得㗎，係咪？係。食嘢唔使得講啦，深圳大把嘢食啦。梗係啦。中意食乜得？係。好啦，又講翻個戶型啦。咁你嗰啲戶型咧係咪有精裝裝修㗎？
啊，梗係啦，我哋呢邊啱先我開始有講過，我哋金光華係做豪宅出身噶嘛，所以我對精裝係好有要求嘅，所以我哋成套咧都係全精裝交付，包括我哋所有都係高配，包括我哋廚房咧用嘅係德國高爾，呢個基本上之前係差唔多6萬加或者7萬加嘅樓盤先配，咁我呢個盤都配上噶啦，名牌子，跟住名牌子嘅，包括廚房咧係西門子咯，包括洗碗機乜都配晒噶啦，冷氣都送喎，好似冷氣都送啊，全部風管機嚟㗎，有啲樓盤又話送晒乜都冇，就係冷氣冇，呢個有冷氣嘅，有嘅，係啦，咁都 OK 喎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咁你仲有啲咩樓層啊？而家賣剩啲咩樓層啊？係咁嘅，我啲樓盤咧而家其實仲有少量嘅好靚嘅單位，就係中區同埋高區嘅單位，而且基本上咧而家都係東向睇湖、南向睇山嘅單位啊。望到水庫嘅多唔多啊？剩翻？仲有少少咯。真係欲購從速啊！真係要係咪先？係啊，因為我3月份都買咗百幾套啦。咁老老實實啦，到底均價幾多錢先？均價係咁嘅，我哋呢度咧3房嘅差唔多就250萬到300萬之間咯。300萬之間30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3房。話曬都深圳樓喎。深圳啊，係咯，珠海都貴過去喎，分分鐘。珠海、中山都唔止呢個價啦。珠海咧一定貴過去啦，我哋中山就唔會貴過去，珠海就貴過去㗎啦。係咯。咁如果你講翻方便嘅，可能深圳調翻轉可能仲抵喎。有着數喎。咁就講翻呢個城市啦。一開波我就話過，中國內地啊、大陸啊、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廣州嘛，4個。咁呢4個城市裏面咧，其實最有潛力係深圳。係啊。你買城市就要買潛力，係啊。有包括而家全世界都喺度講芯片啦。而家全部都講深圳。講高科技。係高科技咯，就係而家睇到嘅，我哋所在嘅地方評估咧，就係深圳嘅，包括全國嘅芯片行業嘅龍頭企業，全部都喺晒度。原來全部都芯片行業喺晒，好似聽講話光刻機都有啊！而家有㗎，光刻機有，已經突破咗。全世界搶住啲嘢，搶住用呢啲嘢係咪先？係啦。OK，咁啊，多謝你先啊，陳總。咁啊，希望咧介紹多啲朋友過嚟睇下呢個樓盤啲質素，我覺得好好正。好啊，歡迎。好嘛，多謝晒。好，下集見。